第一篇阿嬷住伫花莲的庄脚，阿嬷住伫花莲的庄脚，后壁埕有饲6只乌鸭，头前埕有种3丛乌仔，阁有大丛树仔好黄影。树顶飞来10只乌鸭，为天光透早到日头落山，不时就地啊啊啊！乌鸭真实有够吵，吵甲阿嬷气喘喘，举来鸟劈要甲喊。上阵乌鸭要甲弹，迄时乌鸭惊我伊的骹，阿嬷毋若拍着惊，家己的骹煞踏着乌鸭的骹，踏甲乌鸭连续叫6声，树顶的乌鸭嘛着惊，随喊啊啊啊！大家飞甲无看影，呱呱呱，呱呱呱，赶赶赶，赶赶赶。阿嬷赶鸭去后壁埕，刷落踏入灶骹，喝要啉茶挤喙焦。阿嬷茶啉煞，目睭一个看，哎哟喂啊！6只乌鸭无人看，哪会阁走来头前埕？才一搭久啊，惨啊！乌鸭甲3丛乌仔食甲哒哒哒，一声阿嬷是要安怎较好啊？